我们之前呢，在这里呢，曾经介绍过一本书啊，就是戚本禹的回忆录。戚本禹说呢，他上个世纪50年代中，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时候呢，当时呢，他就做了一个事情，就是说呢，群众反映。群众反映呢，也就是说各个地方这个不论是普通人也好，或者说基层官员也好，那么说有什么不满，有什么要求，他们这个写信俾中南海，寫信俾毛澤東。对，然后呢，到中南海呢去把这个情况呢，希望呢得到最高层的重视。但是说当时呢还不叫这个上访，当时叫信访。信呢，比如说写信，对吧？信访。那么说，当时呢，为什么设立这个信访制度呢？实际上是说呢，中共呢希望通过这个制度来了解下面的情况。第二呢，就是说呢，对一些官员胡作非为的官员，能够有这么一个下情上达的这么一个机制。于是乎呢，这个戚本禹呢，他就根据这些下面这些信访啊收集来的信件，然后经过核实之后，那么说他又编了这么一本内部的一个小的一个出版物，然后呢供这个毛泽东等在最高层呢使用。后来呢，这个慢慢啊，这个制度就出现异化了。那么说呢，开始呢说呢，希望呢是监督地方官员，但是后来呢，信访呢就变成了上访，上访以后呢，那么说呢变成了什么呢？对政权叫什么呢？冲击了有冲击作用的东西了。所以说呢，前面说到这个李田乾这个案啊，他只不過是千千萬萬上訪者之一，那麼還有很多上訪者。所以說呢，在上訪嘅理由咧係千方百面嘅，係咪啊？即係你講嘅拆遷又好，又或者係呢一個環保嘅問題，或者個官司裏邊對佢唔公正嘅一個嘅判決，其他嘅冤案，甚至係同隔離鄰舍嘅糾紛、官員嘅處理嘅不公等等，全部都會喺個嘅上訪大軍裏邊咧係見到嘅。之所以呢，這些人採用上訪這個方式呢，是因為當時呢，就說法院不予立案。你告這個官員也好，說是我的房子、我的土地沒有了，我到法院去告。但是說呢，法院當時就是不予立案。所以說呢，等到說有這個有案必立這個規定出現以後，為什麼現在你這個上訪的人好像沒有過去那麼多了？就是這個原因。所以我們在這裡也曾經說過，說呢，法院的法官辭職越來越多了。為什麼？因為說法官現在壓力大了。壓力大的原因是什麼呢？第一，你做一個判決，他要隨你終身。那麼說呢，你如果判錯，做一個錯誤的判決以後，可能終身追究你。第二，就是現在呢，因為有利弊案，法院突然間增加了大量的案件，所以說呢，這個法官呢不堪重負，然後算了，我辭職了，對吧？那麼說呢，這個呢就和這個上訪呢有直接的關係。所以我就係呢本呢個有關李田賢嘅故事咧，佢只係講輕輕咁帶出咗一個我哋叫做頭先所講嘅罪源賓館呢一個嘅，即係其實黑監獄嚟嘅，係一啲嘅即係駐京嘅辦事處嘅人員，佢自己私下開設嘅一個咁嘅賓館，目的就係將呢啲截訪翻嚟嘅人咧，係將佢帶入去，咁每一個人每日就可以收200蚊嘅咯喎，地方政府俾佢喎。咁所以呢一種嘅黑生意啦，喺一段時間裏邊係非常之盛行嘅。咁呢一個嘅即係李田賢嘅遭遇，我就係話有少少輕輕帶過咗一個好嚴峻嘅問題，或者喺呢個人嘅悲慘嘅遭遇裏邊，其實睇唔到呢一個黑監獄裏邊扮演或者幾大嘅控訴喺呢一個嘅即係人物嘅故事裏邊係比較可惜嘅嚇。翻轉頭繼續同大家介紹呢一本嘅《陌生的中國人》。民意飛揚，竄進網絡，請登上881903.com。中國是全球華人一體化。喂，個靚女有前有後正喎。切，男人都要有前有後先。